大家好，我係 Simon 啊。大家平時放假上深圳玩，除咗喺關口即日來回之外，亦都可以選擇2日1夜遊。今日就嚟到創維創新谷呢一邊，佢哋近排就推出好多港人優惠，仲有機會抽獎獲得200蚊嘅冇門檻消費券。有興趣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呢條影片啦。先同大家睇下過嚟嘅交通路線，最近就係喺深圳灣口岸過去。搭巴士嘅話要轉1次車，車程大概係1個鐘頭45分鐘，所以建議大家直接打車過去，收費大概40幾蚊，就只需要30分鐘左右，成個流程都會舒服好多。另外，深圳地鐵13號線1期北段預計會喺12月28號就可以乘車啦。嚟到應仁石地鐵站嘅 D 出口，仲會有創維創新谷嘅接駁巴士。嚟到創新谷廣場，中午時分就即刻揾翻間餐廳醫下肚先。商場當然有好多餐廳俾大家選擇啦，例如前排先至開張嘅一鮮鍋乾鍋冒菜，食材先選，鑊氣現炒，見到啲食材都好新鮮。唔怪得知咁多人嚟幫襯啦。另一間雙福魚新調東北菜，聽個名都知道係食東北菜啦。見到佢哋嘅菜品都相當之吸引啦，而且佢哋依家仲做緊港人活動，顧客憑回鄉證過嚟到店消費就可以享受9折優惠，亦都提醒大家係酒水除外嘅。食飽之後就梗係去行下街啦。鍾意行下街睇下衫褲嘅朋友，可以過嚟創新谷廣場嘅 TTL。依家佢哋仲做緊優惠活動，全場買滿288即減20，買滿576即減40，仲有指定促銷商品買1送1添。這一套怎麼樣？係 OK 嘅呢一套。對，然後還搭一個小。另一間 JR， 佢哋自己都有介紹，係一間主打高性價比女裝嘅鋪頭，自助購物，明碼標價，隨意試穿，冇人跟隨，特別適合一啲鍾意自己靜靜地睇下衫、試下衫嘅朋友仔。而且依家憑回鄉證過嚟買滿550即減100。這一件呢？這一件就比較符合我年紀。咪又係同你身上嗰件好似咯。你揀完一輪就係同你挑來挑去都是挑自己原來穿的衣服。試好了，選了一件黑色的，然後修身，下面帶一點小蕾絲邊的。它搭牛仔褲還挺好看的。我覺得呢件係幾好睇。應該係又係幾舒服嘅嗰種質地。對，它是比較薄的，摸着也舒服。除咗一啲時尚服裝之外，亦都有一啲運動服裝鋪頭，例如呢一間361 Outlet。這個顏色挺好看的，這個站起來，對，質地又幾靚嘅，係幾好嘅，還不錯。係啦，對，這個碼怎麼樣？質地比較靚。它這也是比較薄的，是不是？看着。唔係，佢係嗰種好容易乾嗰種質地。哦，對，穿着也挺舒服，摸着也挺舒服。行到咁上下，想買杯嘢飲、買啲零食嘅朋友，呢度都有好多選擇，有 Starbucks、瑞幸咖啡、喜茶、奈雪的茶、良品鋪子、霸王茶姬等等。另外，我仲留意到呢度有一間好有特色嘅治癒型咖啡屋砌六角。鋪頭店員介紹，大家平時生活有啲事情發生咗，唔係咁開心，看似過去啦，但係心入邊仲有個結，可以嚟到呢一間砌六角，有專人提供治癒解開心結，仲有占卜預測服務。依家過嚟消費滿38蚊，仲送特卡占卜1次添。喺呢度亦都同大家講下，創新谷廣場近日就做緊香港人推廣活動，關注佢哋嘅微信公眾號創新谷廣場，輸入港人優惠就會跳出文章，點開佢，
點讚加評論，就有機會抽到200蚊冇門檻消費券啦。另外喺創新谷廣場附近有個陽台山國家森林公園，有去行山嘅朋友出示陽台山嘅打卡照片，加埋呢條視頻嘅截圖，就可以領取精美公仔一隻。不過亦都提醒大家，公仔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行完街都係時候食晚餐啦。咁我哋就嚟到創新谷廣場嘅呢一間新客家樓。依家持回鄉證過嚟嘅朋友，幫襯佢哋188蚊嘅特價3至4人餐，仲會贈送每人一個78蚊嘅客家豬肉湯㗎。呢個雞肉真係見到個肉質都好靚，係我好中意嘅嗰度。肉質嫩滑，然後嗰啲薑葱嘅汁咧調味亦都做得好好。對豬肉很嫩滑。客家釀豆腐，嗰個肉咧係煎過一下，係嘛？所以咧一方面個口又嫩滑，又食到佢嗰陣豬肉味，又有煎過少少，有少少野味。這道菜很香，質素在線。而且我覺得老少皆宜。叉燒，肥瘦均勻得嚟，味道都幾好。哇！我哋今日咧嚟到客家樓呢一度咧，試食佢哋嘅3至4人餐咧，原來個價錢係188。我覺得即係啱先我哋都食咗一輪啦，嗰個質素在線，相當之抵食。其實計翻落幾十蚊一個人，同埋佢哋依家仲推出一個優惠，即係凡係持回鄉證過嚟嘅朋友，幫襯3至4人餐188呢個套餐啊，佢仲會係每人送呢個客家豬肉湯。啱先食呢個湯，我都覺得好好。係啊，有興趣嘅朋友真係可以試一試呢一間鋪頭嘅客家菜，質素在線，價錢又好抵食。對，預備個例。食完晚飯可以返酒店休息梳洗一下。創新谷廣場側邊就有一間亞朵酒店，同大家睇下佢哋嘅酒店環境。見到成間房好新淨，夠闊落。而且亞朵酒店就配備洗衣房，可以自己落嚟免費使用，亦都可以叫服務員幫你洗。夜晚想揾啲節目嘅朋友喺呢度都好方便。就喺創新谷廣場呢度就有一間小酒館，樓下夜攤。依家持回鄉證過嚟嘅朋友仲可以享有9個9精釀啤酒4選1添。另外創新谷廣場亦都有一間 KTV。適合一啲鍾意唱歌嘅朋友仔。故事的小黃花，從出生那年就飄着，從年的盪秋千，隨記憶就一直晃。有請我哋一位東北嘅朋友唱粵語歌。東北粵語。喺商場玩咗一日，第二日我哋可以去啲自然景點度行下。喺創新谷廣場附近就有陽台山國家森林公園同埋石岩湖綠道。上次過嚟就同大家介紹過石岩湖綠道，佢係沿住石岩湖畔延伸環繞，依山傍水，風景秀麗，全長30.8千米，係深圳最長嘅環湖綠道。整體鋪設3.5米闊嘅透水軟性路面，部分區域採用4米闊嘅生態木棧道，沿線綠樹成蔭。嚟呢度行下或者踩下單車，感受一下自然氣息，令人流連忘返㗎。而我哋今次過嚟嘅陽台山國家森林公園，佢係深圳市首間市級森林公園，總面積達到28.57平方千米，
園內森林總覆蓋面積喺98%以上。景點主要分佈喺大小陽台山周邊，包含40個景點，被譽為城中氧吧。我哋經常喺大城市屈住，間中去感受一下大自然，俾自己嘅身心都放鬆一下，都幾好㗎。而且依家出示喺陽台山嘅打卡照片，加埋呢一條嘅視頻截圖，就可以領取精美公仔一隻。不過亦都提醒大家，公仔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喺呢個天氣間中出嚟行下山，又真係健康好多嘅。對，出汗其實很好。不過大家咧亦都要適可而止，好似我咁嘅身形咧，行下休息下係好重要嘅。體驗完一個朝早嘅自然氣息，行完山真係需要補充一下啦。我哋就返嚟創新谷廣場揾嘢食。見到呢間來遇餐廳好熱鬧，佢係大廚現炒，味道夠好，食物款式又夠多，大家係排隊過去，見到中意嘅嘢食就自己夾，最後計重量嚟計價錢，性價比真係超高，唔怪得咁多人過嚟捧場。除此之外，創新谷廣場仲有好多其他餐廳可以俾大家選擇。中意特色一啲嘅有小熊貓貴州火鍋，中意我哋自己廣東粵菜嘅呢度有南粵光明乳鴿。哇！係啊，嗰啲肉汁係啊，睇到都好好食。我原本都唔係話好肚餓，我一睇咗就有啲肚餓。食完晏晝仲有啲時間可以 hea 多一陣先至返香港，覺得攰嘅話可以去創新谷廣場嘅電影院。依家憑回鄉證過嚟嘅朋友睇戲即享4-5折優惠㗎。若果有小朋友嘅話，可以選擇嚟到創新谷廣場嘅超樂場電玩城玩下遊戲。佢哋依家仲有暑期優惠添。創維創新谷5週年跨年放大招啦！12月30號至到1月3號，跨次元 NPC 遊園會免費狂歡領銀票換取定製好禮，扭蛋大賽、K 歌決賽、王者巔峰賽輪番炸場，隨舞、機器人互動、DJ 說唱，0點時分更加有桃花雨，全場商戶福利疊滿，跨年就鎖定創維創新谷廣場5週年限定狂歡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創新谷廣場配套齊全，又唔會好似關口附近咁多人，行起嚟空間都闊落啲、舒服啲。而且附近仲有2個郊外景點，特別適合大家放假過嚟2-3日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約埋朋友過嚟行下。好啦，今集嘅影片就嚟到呢度。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